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3。阿摩司书5章24节安尼讲：独独着予公平，亲像大水直直流；予公义，亲像长流的江河。三角来祈祷，爱予公平，亲像大水；公义，亲像江河长流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的上帝，阮专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学老甲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！你是公义的君王，你的宝座设立伫正直甲圣洁的所在。主啊！你的名本为圣，你的道路满有信实，你的慈爱远过诸天，你的信实直到永远无穷尽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判断永无偏私。你阿罗观看，遍察全地，你的阳光充满伫通世间。主啊！万物要因为你的话来建立。主啊！你予阮所行是尊探你的心意。独独着予公平，亲像大水直直流；予公义，亲像长流的江河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